爸爸。哎，不，讲错了。我甲放喺後底古經驗細細，伊喺我爸爸消防龍，伊喺社會劇團嘅團長，基本啲我哋可以成作教，耶。世界南部某迄种米奇莫，也去了迄最夹迄种最涩的。这些是迄酸气。你是这样咬，是这样咬，太酸了。酸啊！也熟的啦，嘿，熟又较甜一一些。赞啦！精神，有精神，有精神。哎。哎呦，精神！今日啊，两次哦，要接吹了的哈。系啊系啊，你原西愈带吹啊，最早应该愈迄上西啦。唔知咧，我都忘记了是重新那一篇。原西啦，不过有去弄骨头一通哦。啊，都头等看爸爸，嘅做不头去，个有人看啊，未拜完咧。准备好嘛了？啊，来啊，这边啊，来啊。我喺南浦學樂隊嘅客家人吼，我咧喺後隊呢浦嘅，我媽媽都嘅米潤嘅片。泰國，是泰國，我喊阿爸。阿爸好。哎，你好，來呀，你好來呀。我就作動市場。呢個市場生態，如果要遷到客家嘅東西，即係我帶人來看。世界
迄种米奇木，係你強用版講。也就米丝木，你看过嘛？你屏东有嘛？有啲愛炒的嘛？冇，很難鋪槍糖的啦，唔是食過要炒的啊。好吃嗎？好食好食，好吃啦！啊，咱無因摸用嗰啲安炒的。我按照呢個，喺南鋪吼，我夾黃條糖咧，啊我夾啲豬血，呢啲落啲嘢，吼是講一個條條冇中央啦，炒嘅好食啊，糖嘅好食。早的呀，炒嘅哦，炒的啊有糖的鐵絲。魚糖嘅接受啊，哦，他怕燙啊，你水吃懂嗎啊？哎，这个这很有甜味哦，你去看看，甜味好吃，呀，甜味好吃。哦，也好食餅。哎，呀，這個有米奇木豚餅啊，糖水。有肉條嘛？有肉條講講啦，有肉條冇？有啦，啊，有。係啦，肉條嘅啦。哦，哦，那是好吃嘛？有甜嘛？有甜咩啊？還是人家在那種吃呀？居然有真的。其實教學生嘅教學亂啊，你老有教，啊越做越好，唔知係講嘅，萬用白教你。啊，你對食，晚上的時節，爸爸都同我講，爸爸等下喺屏東過年嘅時節，阿婆嘛同我講，過來媽媽你嗌到我啲啊，伊啊喺娘講，喺娘啊，也喺麥嘅啊，貪唔貪食啦，等等。過來到誒上班嘅時節，係咱開始去講過年，上課嘅時節啦，以後教上課嘅時上節啦。課嘅時節。結椒，你講結椒，結醬，要緊乜嘢幾多？乜雞呢？腰粗耶，挑牙，挑牙啦，我來拌給你吃好不好？好吃嘛？試試看。對，好吃嘛？好吃。還有結醬有試過嗎？有試過嗎？沒有啊，就是這個啊。嘿，你南部你是這個要有沒有試到？好，給你蘸一點哈。好，試試看。好食，好吃。真嘅，日兩個奶好食。結醬啊。天啊！成發地對於當到伊個機器，我會攞伊搶平安嘅一個狗，安尼狗個上地度呢吼，伊嘛會同我做平安嘅互通吼。啊，有時伊同我要求講伊要做乜嘅，我講做唔得不准吼。伊要同我講好，根本呢唔係捱係唔同我要求事情，我講一個做唔得，我幾日做唔得，哎呀嘛做唔得，唔是對我開玩笑。哦，伊如果安尼同我吼，就是設身處地哦，關於咧你從對啊，因為講安尼保持到去來看事情的方式。啊，來搞嘢都嘅太有嗰啲東西，真實的東西還是要靠起來去發展。邱先生一代人，屏東內江通江哈。可是宋少良啊，有沒有急降？不可能急降。我看過了。那小朋友，好快又走哎，要不要到我家來看看？你做很好嘛，你做結椒。是啊，很好吃的哦，走第一款。
伫恁俩马个地吗？俩按照半音，这个桃形的是在节庆的时候都会用到这个铜板。这个规矩呢怎么用？家里有生小孩，认到俩贵板你摆上给他，摆好一些就送阮大家吃。这个是添性内容的安尼要去做嘛。像挂个店呢，做嘢嘅，小半年多啊，譬如講話叫嘅年青人呢，寫來嘅，安樣嘅，做呀个东西。又買嗰種事，鬼板，因為有只鬼板，做人啊，迄個拜神明吼，拜呢啊，咱發本太家人都提講，哦，我叫我啲新年吼，按講吼，帥哥求情深吼，他家人都窮下吼，替我們一起高興，安樣嘛吼。太家人就會祝福你同命百歲，活100歲，祝福你活100歲。冇可能。阿弟哥，一下來的呢，即刻貼片好舊嘅地方，乜個地方看人老輩，有看到冇？南埔冇嘅水果，吃誒，唔過唔搶食水果，要吃餅。來，看看咯，蛋好舊嘅，冇搶地色，我看看咯，人家樣板做，好舊嘅地方嚟，看到冇？吃那都會吃不過也有分幾多品種啊，唔知。每日嘅也劉太哥。文陽阿弟哥你好，你好。阿伯好。阿爸好。阿伯好啦。小黑馬噶？去啊？還是啊去啊？是，唔講時間講是啊，去了下北部行業去了橋，你咪講，企鵝，答對了哈。係咧，我，又咪你講嗰啲去，打。去了下北部行業去了橋，你咪講，企鵝，答對了哈。然後突然來看東江的場景，也是隻敦都好呢，東江啊，好嘞。哇！暗江。係啊。江嘛。有。小黑馬個？曬企鵝。哎，答對了哈，曬企鵝。呀，秋天的時節，鳳動台叫廣鳳，和企鵝熟咧，所以烤皮烤好，和日頭曬佢袂熟，和風吹佢袂走，但是袂變凍好起來，起變。
个丝的看也偏唔惊虫的身哈。要懂色，好，虫唔会食。呀，阿伯小本吃看哦，来，谢谢。呀，你真是水果的用的嘿。哎呀，你还摕筛还是摕菜啊？你腮会熟啊，啊熟是唔会食啊。你看伊的表情，夹夹无哦。要起个迄最夹的东西，最涩的、最夹的水果，哦，哈。拄啊条的。做好，俺牙齿水甜是黏黏的。目个演员爱筛，哎，了解吧？好好好你好。无筛都唔会熟啊。一般去讲筛未走，啊，是说迄风吹哦。好夹走。咁做乜嘅唔出就用天山，還是乜嘅好冷。氣啊？用天山磨一条，用人工的啊？啊，有日头啦，有晒啦。用人工你抢天山啊冇办法取代太阳。嗯。太阳有光谱，有波长，还有辐射热。晒过了迄吼，伊个细摆东西吼，个物质吼，很多单宁酸，伊单宁酸会被保起来，哦，唔会按食。样呢哦。嘿，阿伯，做乜嘅俺哋屏東冇種嘢嘅絲嘅？台东有中气啊，台东唔过有冇叫光逢，皮削脱后会免脱，啊，所以做唔出来。风吹的水分蒸散率是70%，啊，日晒水分蒸散率30%。天片的風。哎，你了解吗？有。还要不要再吃一口？唔好诶。不是。做起饼的品种吼，有牛心起，有石起，有碧起。按度呀。哎，哦，你看俩黑，呀嘛。俩黑马来起，别去。你用电脑。哈。哦，去有虾啦。下哈，啊叶片呢会行光合作用，把糖送过来，如果我有嘅同款。會糖分會胎，啊會漿，會有果粉，泡泡嘅果粉，所以呢不可以傷害葉子，要保護葉子。假如一般咬嘅青春都是嘅呢。你水了沒會行光合作用，很柔軟，很柔軟。也都别去，啊，我有其他嘛。有其他你看到冇？细粒没有？嘿，細粒嘅，天色吧。记得没？唔係起啊，老鴨式，老鸭是。觀賞用的，你做唔做得？係做唔得學，個做盆栽嘅。冇乜嘅用。我冇能看姜，进入动手。看姜是有用。看得都香诶。含白你头不用的，头啊酱酱的，个是有用。哎呀。你还看到马去啊？你嘛？那是牛市。牛心你的市。心。哦，牛心市。牛心去，你还去了迄300年前福建过来台湾那边。哦，福建带过来。福建过来，嘿，你还去迄台湾数量最大的去啊。啊，平常也会有虫的是吗？有啊，有虫的，会喷药，还有捕捉果实蠅。你看，哪？你看到吗？也是东方果实蠅，一年哈可以繁殖8代。柿子被叮到了哈，就会这样子。你看，比家己说唔得，人家安尼发的。俩就眉头可以吸引它进去，然后它往上看黑黑的，它就从这边，它不会从这边出。哦，它像光系。哈，黑黑的，糊你看。比较偏。好，唔底俩有孔啊，有笔袋哈，叫它比唔出去。那就。嘿，台湾农民最大的害虫。
然后要做乜嘅？熟粒嘅，熟粒嘅做起饼，吼。唔先看阿伯让我讲。這是古嘅。掠喺頭擺喺扣，啊，喺扣。哦，哎呀，安驚你哦，啊都先，一百好厉害，好像唔知按了跑，一转。好吃干哦。來這樣子拿，拇指頭點住它，刀片貼下去，啊，然後就劃一圈。哦，對了，你的學習能力很強了，你的領悟力很高。哦，好棒，好棒，好棒。呀，好事會發生。好事會發生。好事會發生。軟中帶硬，甜中帶鹹，可以吃起來都對味的。哦，起餅有甜冇？有，當甜吼，你甜到某個程度呢，甜到會變硬，也拍水嘅呢。拍出來，佢個糖分會做出來。好。啊，也是斯蘭街唯一冷結晶的糖分。拍水全部都係糖。係，佢糖分。係，你喺糖分吼，你喺拍出來糖吼，很多視爽。四爽啊。係起爽啦。起爽啊。起爽，佢做埋用呢，止咳化痰。啊，咁用一條毛啊。也好濕，慢慢走，好走嘅糖分就會出來。哦。唔到得燒，做乜可以燒眼鏡？我練習，嚇。但一年小白一年燒一度誒。我7歲是會削皮，一天要削1000多個。那有按頭呢？哎，你有沒有時間碼表計算一下，看我削要多久？叔弟。哦。你搶咯。好。1、2、3。按下。能夠這樣你跟住燒，係燒嚟燒。好。呢度。哦，我係攞部機嘅，得濕絲豆腐。食絲咩啊？唔會難哈。搞事啦，偷白娘不是用手修剪它的树发，树叶不拿那煮儿，布儿拿偷拍晒的布拿偷hen，哎那边煮，因为你唔係用樹葉不，你用芪兒，這幾隻芪兒吼拿打狗子水裡出來拿用，好，頭先沾兩下，好嗎？還你卡頭嘅塗油啊，你熱格發呢油，好，熱格到佢按發動到佢，熱格發好，啊，一格發好，發動到佢，哦，不佢顯攝落去嘛，嚇，出，唉，我話要長幾度跳舞，我啲轉嚇，就啲轉嚇，係，阿啲個，唔好食嚇，要發到張球唔到嚇，唔怕，等下就要食，揾到啊，等下我要咖啡色啊，嚇，好。開講。5、4、3、2、1。你下能嚟教。
奖，好来，漂亮。好来看成果了。奖奖。因为之前嘛，口样愈像糖的、像宽的，啊，切甲做的时间吼，当然感觉无口样。你看到按到吃的摕啊塞吼，长日头，一种酱的感觉啦，吼，都是也是落去的，吼，木嘴也看到的，吼，你屁股也屁到的，吼，如讲哦，也愈会凸起的，也愈会吃盐的，吼，也愈会真实的后面是后面头也个食物愈按样的做法。也地方如迄个特别市政府嘛吼，个林安泰古厝吼，个古迹吼，个特别是闽真区个吼，举办的活动吼，发动很多安泰小学堂，其中家的安尼机会啊，本来就小人的啊、小的吼，来参与个民俗的发动吼。况且，你要这样子啦，来往前接，好了，推，框，来1、2、3，推。就按了哈。小蛋，小蛋哈，那客家话叫做阿蛋。来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小蛋哦，听一下它的音乐，你就知道它会长得怎么样了哈。干嘛？美女出来了，好，看一下她长得怎么样。走路的时候，那女生的肩膀的线条是最美的，所以第一个走路的时候。脖子跟肩膀，然后加上手的动作，有没有看见他的手会动？那这个叫做纹手。玩起来，还要梳妆哈。这只手一样，轻轻的打开。基本伊做嘛带伊的哈，其实伊确实有机会的参与安的发通啊，因为一般俺们表演会属于商业场真实发通的表演哈，效果要做得当好哈。啊，像基本样的发通，一定讲还有一些教学哈，教好可以应教，好应教。其实按你啲机会对个这个嘛有啲也好机会来参与和接触，甚至于讲伊可以教伊讲认识、学习
阿爸平常洗头遐个工作，葡萄先用板做的，嘿，比伊在产业起飞啊。那你今天上课的感觉是怎样？如果无聊，我找一些片录下来。嗰度邊係睇年頭可能嘅做事情，有時緊張，迄種唔好嘅法律可能都唔嘛。小朋友，你们看我身背九龙银环，腰插屠龙宝刀，背挂守护盾牌，一看就知道我是武林高手。我跟你讲，其实传统的训练方法，你要看，唔要教，一个东西你要自家去看，自家去命，自家去练习吼。安尼看久的，其实伊愈迟的吼。安尼你再小可去点一下。好，一路歪的哈。火鸡曼打锣，火鸡曼打锣，打嘅锣多锣炒锣，打的锣多锣炒锣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各位兄弟姐妹，从来不是见过面，从还没吃到一碗面。你讲啥？从来不是见过面，是不曾见过面。我以为你还没吃到一碗面，太。其实也出去伊本身愈去客家的三角采茶去改变吼，伊本身愈简单的两个什么一个时代吼，不管喺地图卖药个啊，还是编魔术、编把戏，马个都重用。你重点你都想先从个观众减成本呢，伊愈去注意观众各种人都有。所以呢，我哋上讲啲有客家的特色吼，就传统的客家三角采茶戏来。题材都要拿出来。第二吼，你冇可能像做文客家人看，或者你地图你要有各种的语言，安尼观众都有兴趣的，有兴趣呢，伊能可能去看你的故事。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阵头表演。表演的小帮手，用这个打击都是。我嘛唔知啊，
分数的话是看爸爸。其实那个东西考的唔是一大的好无，考的是伊的反应。好，如果伊虽然打唔好吼，不过呢，这种东西打坏吼，打烂的、打差的吼，莫停下来，一停下来，这观众都伫哦，内底吼，伫都出问题。可是这个现场的演出吼，其实呢，如果要反应吼，可是伊嘅每日的反应算强吼，啊反应那个东西呢，唔睇平常爱睇不下，还是睇那排练有排都无法度，一定要现场让有法度训练。可以开始了，可以开始了，可以开始了！耶！真录音。有人讲叶片有可以做吉祥的水果。这个你还没开讲？唔知呢。阿弟真生气，看到妈妈和妈咪，看到爸爸和爸比，看到伯伯和伯比。阿弟真生气啊，真生气。哦，乖孙啊，唔睇讲嘛个呀？阿弟讲客家童谣。哦，客家童谣，跳绳嘅人跳公公，潮水跳橋硬豬橋，唔同意兒童嗌沙沙都喊嗌教條喎。哦，真件係客家童謠呢。你还没开讲？唔知呢。迄做吉祥的无？應該係。應該係哦。唔錯呢，你唔係做吉祥的感嘅呢？你係冇？講，係咪？係哦。你還是係。也是是选举，但其他太滴滴咯，是会很远做鸡的落去是连皮连个皮包个肉都是得，全部来做哦。系全部拿去做，8块了不能试看看。你拍快8哦，哎呦！试看看。你是这样，是这样啊？太神了！太神了！神啊！所以啊，但其他太假的时间啊。太这个时间，安神，都神。没有。哦。会神啊？对不对？你應該有乜個地方冇？做吉祥嘅地方。做好嘅做吉祥嘅地方，外國有乜嘢？唔認識。唔認識。我係專門做吉祥嘅嘢。哦，有阿冇阿爸哦？阿爸好。
跟有看到也係乜嘅冇？咁咩色的？也係乜嘅皮？咁咩皮？雞的皮。個雞的皮呢是早前看到嘅雞的哈，啊，等間兩個月，雞將會熟。也熟嘅啦，係熟，有較甜一些的。你去學啦？哦，這一下啦，拿起來是。讚啦！嘛是講了講有講，黏骨黏乖，也唔乜酸啦，就算呢酸還是更加一個。誒，跟冇熟天托酸，嚇，所以你做結漿嚇，所以等到雞的熟。你檢查六張，你都查個長進度，個雞的摘下來，個下皮啊，所以先拔下來，然後還有用10個雞嘅腐腐嘅水會濕停，好，所以你食到嘅結漿唔會腐腐，嗰是皮就香嘛。有。好，你來夾向下，你來做結漿好嘛？係，強我啊，好。呢個係啦，唔該。也係辣椒啊！好，摸好嚟。好講嘛？要錯開嘛？要錯開嘛？放喺度。哦，跟辣椒啊。做乜個乾啲嘛？你下乾鹽哈，你下乾鹽食嘅東西，每套下重，記住當酸，愛鹹唔鹹，又愛甜唔甜，用啲嘅辣椒去提味，哦，較好食。等下我看過去煮咯。啊，你哪個聽幫忙嘛？你看一下嘛，看一下嘛。那個聽寬爽嘛，來，過來高一邊，來，寬爽啲，出嚟。啊，冇食飯。哦，啱啱。你落嘅。係，慢我嗌慢獻貨。誒，嗌啲獻貨咯。你有看到嗎？我一邊有煙走出來。也嘟氣住噃，你氣泡家下，也多少嘅人會走出來，因為佢嘅人從講嘅人嘅火煙囪效應能夠出來，所以佢嘅人會多有會出。等下嗬，佢掹起來是唔會嘅。錄到大哦。唔掂喎，都多大啊！嗱，唔是這樣嘅，咱講哈，來，一平平，你也都要最大下，一留意，全部都要掛得到，嚇，愛掛得到，其實唔會出貨來，嚇，其實唔會出貨來。你呀，結漿啊，是要北鋪讓油，南鋪讓油，不過南鋪會記得哈，因為佢生長嘅個環境哈無空啦，所以佢記得吃起來又無相同。也永遠做，唔過做嘢是無any樣嘅，每套按學。係家伙，啷個錄哦？啷個錄哦？嗰日時候錄到乜嘅時間？錄到佢滾哦。哇！等到佢滾可能要50分鐘。愛會做嘅結漿是呀，阿你就全部愛，佢係愛媽媽。對哦。啊，也吼是你下傳統嘅食法。
跟韩国有两种东西，你知唔知哦？炸鸡腿。哦，炸鸡块。韩国也是很多洛梨啦，呀洛梨吼，喺南浦人搞藝術嘅，藝做40多年，藝都唔知講洛梨那就揾佢將説的，唔認識傳統誒，呀藝自己學嘅圖嘅，來試試看。酸酸，还酸酸。是的嘛？是好是嘛？这种特别的明星是的关嘛？有什么关系？是唔关啊？是唔關嚇，因為一幾種係北部人有啦。啊，因為講也都一種教育啦，哈，一種這種嘅食物哈，食物的教育，還有嘅一個傳統嘅有機嘅健康嘅一種嘅教育。啊，最重要如講伊有參與嘛，哈，伊體白有安尼基比即個伊授課哈，啊有看到安泰泰國哈，有參與過安尼傳統調班營養嘅來。做實的，按樣嘅用頭腦去想，樣嘅編出來。其實唔單止伊愛，即個本身嘛係體白安尼機會來參與，因為講迄個同好嘅啲機會啊，啲教育啊。其實我希望講，這等安尼過程地度吼，如講伊慢慢嘅變出個看東西嘅方式，無窮樣，我有時改變吼，唔係講明日槍提好到地度讀時數吼，還是講。考試搶看分數吼，這等安尼吼，認識無窮樣嘅人吼，認識無窮樣嘅識的東西吼，嘛係一啲如講唔出個認識世界嘅方法，認識一道嘅文化，認識一道無窮樣嘅人，唔出個痴心如果一路一睇安尼，點啊？嘅阿爸說，雖然我比較唔係個好識結交，唔過係個感情，結婚呢做結交不係得。哦，難結果啊，係啊，唔關關係吼，唔關，電動人係咪睇咧吼？唔會接觸了所有嘅文化，唔將會想到，呀結交都係你客家人說咧，嚇，咁係咪人就會簽結交？簽結將唔將簽捱，好嘛？啊，你也好，也也是好好讀書，嚇，該基本捱做啦，一成期因為你兩係聽講嘛，謝謝啦，啊，徐文儀，啊，謝謝謝謝。虽然嘛是从大人人家走过走哈，不过呢一般有动到的哈，乱看看的听听，啊也去参与哈，去件事情哈，啊天间如讲看认识一个不管是一个吃养的环境呢，哦还是讲实地哈教的认识无穷样的南北客家的地方。我很多最重要讲认识一个等于吼，不论做的事情有穿钱无穿钱，还是讲做一球吼，就是人呢有迄当然真系做一件事情吼，伊安尼因看因学习吼，比爱安尼因前讲吼，一个机会一个手机网更较大啊，伊吸收动到啊。上呢度，你去看嗰棟個農場啊。水果啊，結漿啊，去做啊，剛剛也都有機會過難的。我有記得順順的結漿，你年來這種細細是配。你不是這樣，老是這樣啊？會酸哦。酸啊！